各位乡亲父老，大家好，我是陪伴大家多年的老医生。今天我想跟大家关起门来说几句真心话。很多人以为肾脏会衰竭，会出问题，是因为年纪大了，零件老了。但我必须严肃地告诉你，肾脏病不是因为年老而坏掉的，它通常是坏在你每天晚上所做的那些小事。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有些你自以为健康的习惯，或者在睡前不经意的一个动作，正在强迫你的肾脏在不该工作的时间超负荷运转。这就像是在深夜大家都要睡觉时，你却强迫工厂的机器全速运转，而且完全不给保养的机会。如果你现在觉得这不关你的事，或者打算看到一半就关掉影片，那你可能正在重复那个会让你的肌酸酐数值每个月悄悄上升的致命错误。这不是在吓唬你，而是我自己10年诊间看到的无数遗憾。你要知道，肾脏是有生理时钟的，白天它处于过滤模式，负责处理你进食后产生的代谢物。到了晚上，它本该进入修复模式，降低过滤速度，专注于自我更新与回收。但现代人往往在深夜干预了这个过程，可能是太晚吃晚餐，可能是睡前喝了不该喝的东西，让原本应该休息的滤网被迫在黑暗中继续与毒素搏斗。这种节律的破坏是肾脏走向慢性衰竭的起点。你可能还没感觉到痛，但你的肾脏正在默默哭泣。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会告诉你如何配合肾脏的节奏，而不是成为它的负担。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专业的健康建议。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听。如果你觉得这段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在评论区打#1，如果没有，请打0。让我们继续。很多人会问，既然晚上这么重要，那我们该怎么喝水呢？说到保护肾脏，大家听过最多的话，大概就是多喝水吧。但我今天要在这里反驳这个观念。停。好，如果你的喝水方式没有策略，盲目的喝，反而会让肾脏更累，而不是更健康。我曾经遇到一个病人王伯伯，他每天强迫自己喝4-5千毫升的水，连晚上睡觉前都要灌一大杯。结果呢，他的肾功能反而退步了，而且半夜频尿让他根本睡不好。数据显示，当我们改变喝水的时间点，这类夜尿的情况可以得到显著改善，同时也能减轻肾脏的夜间压力。我们需要一个聪明的喝水节奏。我建议你把一天70%的饮水量放在下午4点以前完成，4点到晚上7点之间，饮水量要开始递减。到了晚上7点时候，除非你真的很渴，否则应该尽量减少水分摄取。最重要的规则是，在睡觉前的2小时彻底停止喝水。为什么要这么严格？请想象一下，你的血管就像是道路，而水分就像是车辆。白天交通繁忙，肾脏这座收费站努力运作，但到了晚上，修路对修复细胞要出来工作了。如果你还在睡前灌水，等于是在半夜强行塞入一堆车辆，这不仅让修路队无法工作，更会把收费站的过滤网撑大、撑破。我们常说，别在维修团队工作时还把垃圾往家里搬。如果你在睡前给了肾脏太大的过滤压力，就是在慢性破坏。但请注意，就算你把喝水的时间调对了，还有一件事比喝水更重要，那就是你在晚餐后吃进去的东西。接下来我要揭晓第一种对肾脏有神效的水果。现在我要介绍的第一种护肾圣品，
它的水分含量高达92%。你可能会猜是西瓜，没错，就是它。但我要告诉你的不是普通的补水，而是西瓜里隐藏的科学秘密。西瓜含有一种神奇的成分，叫做瓜氨酸。在我们体内，瓜氨酸会转化成精氨酸，进而产生一氧化氮。医生说的简单一点，一氧化氮就像是血管的润滑剂和扩张剂，它能让你的肾脏微血管扩张，增加肾小球的血流量。这就像是在清理过滤网之前，我们先把导水管加宽，导水管宽了，血流顺畅了，肾脏过滤毒素时就不需要承受那么高的血压压力。这是一种从结构上减压的智慧。但请记住，老医生的叮咛一定要听仔细，吃法是关键。第一，量不要多，大约1到2小碗就够了。第二，时间点很重要，最好在睡前30到45分钟食用，给身体一点时间转化瓜氨酸。第三，千万不要打成西瓜汁，那会让血糖飙升，对肾脏反而有害。第四，绝对不要加盐巴，盐分会锁住水分，造成水肿。虽然西瓜是好东西，但它含有钾离子，对于一般健康或轻微肾功能不佳的朋友，这是极佳的血管扩张剂。但如果你已经是末期肾友，这部分就要听完我后面的警告。这就是我们追求的聪明水分，透过大自然的食物，让血流变得优雅平稳，不再像洪水一样冲撞你的滤网。接下来我们要看另一种更强大的武器，它能为你的肾脏穿上一层分子铠甲。在你的肾脏里，每1秒钟都在发生一场微小的战争。那些所谓的自由基，就像是生锈的铁钉，不断地刮伤你脆弱的肾小球滤网。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的肾功能会随着时间慢慢萎缩。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蓝莓。蓝莓里面含有一种非常有力的抗氧化剂，叫做花青素。在医学研究中，这些花青素就像是分子铠甲，它们会附着在肾脏的细胞膜上，阻挡自由基的攻击，预防发炎反应。我常跟病人说，吃蓝莓不是为了饱足，是为了给肾脏送保镖，对于预防肾脏老化，这是我最推崇的超级食物之一。具体的吃法，建议大家每天晚上晚餐后1到2小时，吃大约半杯到1杯的分量。如果你觉得新鲜蓝莓太贵或买不到，冷冻蓝莓也是很好的选择，因为低温有时候反而能锁住更多的营养成分。我非常建议大家把蓝莓拌入原味的无糖优格中，这样既能护肾又能保养肠道。蓝莓还有一个额外的惊人好处，特别是对女性或老人家，它能有效防止细菌附着在泌尿道壁上。很多肾脏感染其实是从尿道逆流而上的。蓝莓就像是在道路上铺了蜡，让细菌站不住脚。这部分是我们护肾过程中的稳定期。如果西瓜是为了开路，蓝莓就是为了守城。这是一种温和、安全且长期的保护机制。如果你能坚持每天给自己1点这样的护航，你的肾脏会非常有感。但是大家请注意，并不是所有天然的东西都是绝对安全的。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一段内容，可能是整部影片最重要的反转点。很多乡亲有一种观念，觉得既然是水果，多吃一定没事。但我必须在这里大声疾呼，有一个极大的错误，让成千上万的人以为自己在保肾节，果却是把自己推向心脏衰竭的深渊。这就是关于钾离子的真相。在前面的部分，我们提到了西瓜、蓝莓，它们都很棒。
但对于肾脏功能已经受损到一定程度的人来说，水果中丰富的钾离子可能会变成致命的毒药。你要了解一个基本逻辑，当肾脏健康时，它是处理钾离子的高手，多的钾会随尿液排出，这时候钾离子能帮忙降血压、护血管。但当你的肾脏已经衰弱，过滤不动了，钾离子就会在血液中不断累积，医学上称为高钾血症。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血钾过高不会让你肚子痛，也不会让你发烧，它会直接干扰心脏的电气信号。你可能会突然觉得心跳漏了一拍，或是感到肌肉无力，严重时心脏会直接停止跳动。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肌酸酐数值已经偏高，或者医生说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已经低于一定标准，你吃水果的逻辑就必须完全翻转。不是水果不好，而是你的身体现在已经失去了处理它的能力。千万不要看到网络上说什么水果好就猛吃，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在吃了一堆所谓的护肾水果时候，半夜被送进急诊室洗肾。这不是水果的错，是剂量与时机的错。大家一定要先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才能决定怎么吃。接下来我们要聊聊一种更安全的做法，如何在毒素进入血液到达肾脏滤网之前就把门关上。很多人都以为保护肾脏只能从肾脏本身下手，其实错了。最好的策略是在毒素还没碰到肾脏之前，就先在肠道里把它们抓起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拦截在源头。这个时候我就要请出大家最熟悉的朋友——苹果。苹果里有一种特殊的纤维，叫做果胶。你可以把果胶想象成一块神奇的海绵，当它在你的肠道里移动时，会主动去吸附那些原本要进入血液的废物，像是尿素氮和尿酸。如果你能在肠道里就把这些垃圾清掉，你的肾脏压力会瞬间减轻。这就像是在工厂的污水排入河川之前，我们先在排水口装了一个强力的滤网。我推荐的吃法是每天晚上晚餐后1小时吃1颗绿苹果。为什么选绿色的？因为它的糖分相对较低，这对保护肾功能更有利。最重要的秘诀是一定要连皮吃，因为大部分的果胶都藏在那层皮里面。如果你想让效果更好，可以在苹果上撒一点点肉桂粉。肉桂不仅能增添风味，还能帮助稳定血糖。血糖稳定了，肾脏的小血管就不会因为高血糖而发炎。这种方法非常温和，几乎适合所有人。即便你的肾功能已经不太理想，苹果也是相对安全且有益的选择。当你开始习惯每天1颗苹果，你会发现自己的排便变顺畅了。那其实就是在帮肾脏分担排毒的工作，这就是所谓的轻装上阵，让肾脏在进入夜晚的修复期时，不需要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血液毒素。接下来我们要处理另一个隐形杀手，也就是让许多长辈痛不欲生的发炎问题。对于我们这些60岁以上的朋友来说，除了肾功能，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那就是发炎。慢性发炎是肾脏的沈默杀手，它会让肾组织纤维化，变得很硬，没有弹性。而樱桃就是大自然派来的最强消防员。樱桃中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这跟蓝莓有点像，但樱桃在处理尿酸方面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很多痛风的朋友都知道，尿酸高会让关节痛到睡不着，但你可能不知道，尿酸结晶如果卡在肾脏里，会直接把肾丝球刺破。我建议大家可以摄取大约15到20颗的樱桃，如果可以的话，
优先选择酸樱桃，因为它的抗发炎成分浓度更高。樱桃就像是在你体内到处巡逻的消防员，一旦发现哪里的血管或组织正在发炎，它就去扑灭。吃的时候记得不要加糖，不要买罐投樱桃，要慢慢咀嚼，让果肉里的营养素与唾液充分混合，这样更有利于吸收。这不只是在护肾，更是在保护你全身的关节，让你远离半夜关节隐隐作痛的困扰。这是一个增加血清素的过程。当你吃进这些天然的鲜红果实，感受到它们的酸甜，你的身体会放松下来。这种放松感对降低肾脏压力同样重要。透过樱桃的救火作用，我们可以在损伤发生之前就停止它。这比起事后吃药、打针要来得有效且舒服得多。好了，讲了这么多水果，最后我要做一个大总结，并且告诉大家那些绝对不能忽视的禁忌。说了这么多护肾的秘诀，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大家一定要听仔细，因为这关系到前面所有方法是否能发挥作用。首先，我要正式列出一份高钾水果名单。如果你最近的抽血报告显示肌酸酐数值偏高，或者是你已经有慢性肾脏病，那么香蕉、橘子、奇异果、酪梨、芒果还有哈密瓜，这些水果虽然营养，但对你来说却是潜伏的危险。这不是叫你永远不能吃，而是你要学会控制分量，并且定期检测。保护肾脏是一场持久战。我们回顾一下今晚学到的5个深夜战略。第一，喝水要有节奏，把大部分的水分留在下午4点前。第二，利用西瓜的瓜氨酸来扩张血管，帮肾脏减压。第三，用蓝莓的抗氧化铠甲来保护肾丝球。第四，靠苹果的果胶在肠道栏结毒素。第五，用樱桃来扑灭体内的发炎之火。这5招组合起来，就是一套完整的夜间保肾系统。我常对病人说，肾脏已精卫，你服务了一辈子，它默默的一天24小时不休息地帮你过滤废物。现在是你该回报它的时候了。请大家试着想象一下，如果你能从今晚开始做出一点点小改变，几个月后你回诊抽血时，看到护理师惊讶地告诉你，伯伯，你的数值变漂亮了。那种成就感是任何药物都买不到的。保护好肾脏，意味着你不需要被洗肾机束缚，你可以自由地去公园散步，跟孙子玩耍，甚至到处去旅游。这就是健康带给我们的尊严。你的每一个选择都在决定你未来10年的生活品质。这不只是一份脚本，这是我对每一位乡亲最诚挚的关怀。在影片结束前，我想请你做一件事，在评论区告诉我，这5种策略中，你决定今晚先执行哪一个？或者，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肾脏的问题，也欢迎留言，我会尽量为大家解答。下一集影片，我要跟大家分享隐藏在厨房里的5大护肾杀手。有些你以为健康的调味料，可能正在侵蚀你的肾，一定要记得订阅，才不会错过。我是老医生院，大家的肾脏都像春天的泉水一样清澈而有活力。我们下次见。